今年伊伫柑橘果奖摕到世界金牌，而出名的果酱男孩林伟勋，去年还佫伊伫有酒类的实在作品摕下满分的评价。今年透过议员李宗翰的媒合，结合市府农业局伫后壁区的新嘉里，希望双水产业的文化活动，希望透过新农的加入。和在地农产更加创新。我们请到了我们的伟勋，我们的那个果酱男孩。那果酱男孩其实他的出身就是他过去曾经用我们的一些素材做果酱，在英国得过金牌，真的很谢谢他。那因为产业文化，台南产业文化，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说在地的农特产品能够透过创新，那让新农回来，那做一些那个务实的传承。那其实。桑葚其实是已经几乎是快遗忘的滋味。那我们后壁这边呢，还有好几公顷的种植量。那透过这个活动呢，可以让我们桑葚的这个元素呢，除了在后壁这边添加之外，还有在那个食品的添加上来做推广。那幸好说它也以果酱以桑葚这个元素来做一个那个食材的运用。那也希望说，透过这样的活动，让在地创生的一些元素能够更加丰富。因为后壁区新嘉里种了真侪双水，果酱男孩今年伊着在地食材融入台湾的水果，有金蕉甲着百香果等，制作出3种无同风味的双水果酱。未来将杀出国外，到日本来参加比赛。试了很多次，就觉得香蕉跟桑葚是蛮搭配的啊。香蕉会氧化嘛啊。桑葚是就是黑色的，会把颜色盖过去。对啊，就做桑葚香蕉会比较好看，颜色比较好看。对啊，有一罐是纯桑葚，就是单纯用桑葚去煮的果酱。对啊，有一罐是用那个桑葚加百香果啊，因为百香果的味道很香啊，加入桑葚之后会更香啊，就觉得试了很多次水果，就觉得百香果最对味，对啊。大家想说，一小罐的农产品，可能说果酱，大家都在猜，可能顶多卖50、100块。可是伟勋的加持之后，他把它透过它的调味，把它作为不同的品项之后，他就有办法把它卖成一罐500、600块的价值。那对于农村来讲，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过程。所以我们期待把这一些我们原本就很好的农特产品，然后透过伟勋的调制，把这些配方添加一些新的巧思，可以让农村可以走出到国际。大家对于到日本去比赛这件事情是非常期待的。那我们也祝福伟勋可以把这一些农特产品带到国际上去，得到很好的成绩。活动的现场除了推出双水的果酱，提供民众来品尝以外，林伟勋嘛伊伫后壁地区侪种的水果原料，制作出侪种限量的果酱，互食过民众拢相当的娱乐。希望借由即届甲着林伟勋的合作，推动在地农产的加工甲着创意，互即届到日本的比赛会用的摕到冠军。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。